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落了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冷漠呀？狐狸！狐狸，狐狸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可千万不要死啊，狐狸！狐狸！狐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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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前锋！前锋！长老！不要啊！
终于要见到你了。什么不好？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。前夫，前夫。你们快走！你先照顾他。一起走。他们是没出来吗？我们这儿出来了吗？小桃，你怎么了？小姐和苗大婶他们没有出来，他们还被困在涂山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前锋，前锋，长老，长老。不管你是汪澜还是九尾，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。长老，是我没用，害了你。别这么说，是他们害死了长老，不是你。这个仇，我一定要报。我们现在杀回去。仇必须要报，但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汪澜和苗离。没错，我们一定要赶在龙族的人之前找到他们，再做打算。你吩咐下去，全员出动，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还有，把白龙关入法阵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苗离，
记住，困心锁一旦上身，就会压制你体内的十字妖星之力。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个过程会十分痛苦，甚至你也会像以前的白龙一样失去心智。失去心智？你是说我会不记得你们，不记得苗里吗？总要付出代价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你要好好活着，听到了吗？也许你会恨我，会讨厌我，或者是醒来的时候不记得我，但是这样都没有关系，这样对你来说更好，不是吗？忘了你。为什么？我只想让你活下去。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来，我这里是哪里啊？苗里道一，苗栗道一，怎么了吗？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你最后还是把困心锁给了我。你没事太好了，你还记得我？那你……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我只是有点累了。我们赶紧走吧。我们这是到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刚追得太紧，我也没有注意方向。你还是先别管我了吧。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俩谁都逃不了。我不会把你丢下的，要死一起死。好像追上来了。
那就硬上了。终于找到你们了。青桥，苗里，苗里。 你醒了，感觉好些了吗？我们是被青桥救下的。这里是狐族的据点。 你醒啦？看来我们来的正好。九尾，这是刚熬好的粥，你们先垫垫。谢谢。这孩子没见过什么生人，应该是害羞了吧？这小孩刚给我食物的时候，为何手上会有伤？你们失踪以后，龙族的人老是袭击我们的据点，他们不光掠夺，还抓走了不少人。这个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受伤的。你们先好好休息，我组里还有事情，我先去忙了。千峰也不在了，也不知道白龙现在怎么样了，还有那些无家可归的族人。对了，龙族抓走了那么多族人，肯定是把他们当作人质，逼我们现身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中计。只要你一天不现身，他们就不会对被抓的族人们动手。而且以你现在的身子，你一个人打得过他们吗？对了，刘云他们呢？知道你们逃出来的消息以后，我就派了几队人去找他们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九尾，你千万不能一个人去冒险。族人们听说你回来了，就有了希望。而且龙族势力强大，我们需要你的领导。我们团结在一起，才能救人。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，但是我们还是等刘云回来以后商量好对策，再救他们，好吗？小姐。最后还是青桥找到了我们。那你现在没有坤心锁的保护怎么办呀？是说，坤心锁还取得出来吗？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坤心锁取出来，但是想要化解十之妖心之力的反噬，肯定还是有其他方法的。你们就别管我了，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啊，是把被龙族抓走的族人给救出来。要救他们，有我们几个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对啊，我也不同意你去。你现在和苗里过去，不就等于往龙族设的圈套里面钻吗？不过你就放心吧，有我们几个，一定能把族人救出来。从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汪兰，不是什么苏静儿，也不是什么九尾。但是这一次来到涂山，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才发现自己是汪兰，同样也是九尾。这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，被抓走的都是我的族人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受苦，看着大家被人奴役。
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但是救出族人是我九尾的责任，我必须去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段荒凉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，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，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